如何壓縮 MP3 文件？訪問 EasyZip.com， 點擊壓縮音頻，然後導航至壓縮 MP3 文件。要將 MP3 文件縮小到特定大小以下，請輸入所需的文件大小，以 MB 為單位或百分比，然後點擊下一步按鈕。你將被重定向到正確的文件壓縮頁面，點擊選擇要壓縮的 MP3 文件，打開文件選擇器，或將 MP3 文件直接拖放到 EasyZip 中。點擊壓縮 MP3， 壓縮過程將開始，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成。點擊保存 MP3 文件，將壓縮後的 MP3 文件保存到你選擇的目標文件夾。就是這麼簡單，我希望這有幫助。請點擊徽標並訂閱，這對我們來越意義重大。